淡水東區公園公園近來經過創意改造，營造出城市美學的休閒空間。這回小東里為了慶祝父親節，聯合提前結合這些工業設計單位，有美食小吃，有文創商品，有心理衛生宣導，有中價款品上新的K哥巴、鵝肉等好康賣玻璃仔，吸引這些里民踴躍到場參與。當然，炎熱的天氣，規劃親子水樂園的安全消暑甲活動的相同體驗，更滿足家長的照顧需求，甲囡仔的探索娛樂。我覺得還不錯啊，因為可以帶小朋友出來發洩一下體力，這樣對吧？然後回去就比較好睡這樣。在家裡，父親難得放下工作辛勞，陪伴厝內人踅市集，輕鬆聽台南社區大學所帶來音樂演奏甲歌聲活動，相當溫馨。該活動由議員鄭志傑專力協辦，這民代無分哪裡，嘛攏來到小廳，肯定小東里長辦活動的用心，更希望借此提升社會對父親節的重視。大家都不知道，我跟我爸爸曾順良先生感情非常的好，而且我們兩個很有話聊哈，所以人家都說女兒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哈，這句話絕對無誤哦。這個爸爸哈絕對不是超人，但是哦，為了家庭，為了生活，也為了子女哈，往往什麼都一肩扛起啊，什麼都勇於去承擔。來維持這個家庭整個的生計以及這個運作這一份偉大的情懷我覺得是我今年定這個主題最主要的意義。同時我們也要趁這機會謝謝爸爸對我們的愛。小東里為了表達對父親的關懷，現場嘛請來小朋友真介意的卡比巴拉、彩蛋娃娃現身甲大家同樂，並且用健康操來帶動活力，陪伴平時欠缺運動的爸爸做伙活動筋骨，快樂來進行。台南新聞管子彩虹報道。